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奇勝置業 Hanson。今期呢就同大家講一講三鄉香港城到底係一個咩嘅情況。好啦，就喺呢個月，三鄉香港城正式簽約咗啦。以後嚟三鄉呢就好似返香港一樣咁方便，咁有親切感。好多人會問我，香港城到底係乜嘢？有咩着數？點解咁多港澳人睇好佢呢？今日我就以一條視頻同大家講清楚，由規劃、配套、交通、樓價、政策全部講晒，聽完你就知道呢個項目到底有幾咁掂。好，第一個問題，香港城到底係乜嘢？首先講清楚，三鄉香港城唔係普通嘅樓盤，而係一個港式嘅康養文旅大城，由三鄉鎮政府同港馬會聯手打造，目標係做大灣區嘅灣西客廳，專門服務香港、澳門居民，打造宜居、宜遊、宜養嘅第二家園。項目分階段開發，首期最核心嘅就係兩大香港地標搬到嚟三鄉。首先我哋講講跑馬地。跑馬地係文化主題文旅區，中意賽馬、休閒、親子活動嘅老友記，咁以後就有得玩、有得睇啦。咁第二個板塊就係銅鑼灣啦。首先第一個係活力康養嘅社區，專門做養老、自住同埋有適老化嘅設施，康復中心、社區醫療站，老人家住得安心。而第二個係潮流文旅商區，還原香港銅鑼灣風情，茶餐廳、燒臘、購物、市集、娛樂、行街食飯，同香港一模一樣。簡單啲嚟講，香港城就係融合咗香港味加三鄉嘅環境，再加平樓價同埋超級便利。咁以後嚟三鄉呢，大家就好似返自己屋企一樣咁方便咁簡單。好啦，咁第二個問題，點解選址會喺三鄉呢？眾所周知，三鄉本身就係港澳嘅後花園。咁好多人又會問返我咯，點解唔係揀珠海，唔係揀廣州啊，而係偏偏會揀三鄉咁呢？好啦，因為三鄉呢，佢本身就係港澳人嘅定居首選地，佢擁有先天嘅優勢，係同其他地方冇得比嘅。首先呢，我哋講講，第一，同聲同氣，完全係冇融入嘅障礙嘅。講粵語，食粵菜，生活習慣一模一樣。好多港澳嘅鄉親祖籍都係喺三鄉嘅，咁親朋好友就喺附近喎，一過關就好似返自己鄉下咁樣子，係咪親切感十足呢？好啦，第二點，樓價差天共地，性價比爆晒燈。香港買個車位，三鄉就可以買間大屋；咁澳門買個細嘅單位，三鄉就可以直接係買個3房2廳，甚至別墅都冇問題啊！大家花同樣嘅價錢，空間可以大好幾倍，環境一樣好幾倍，生活嘅質素係直接上升幾個 level 添啦。咁另外第三點，交通呢就超級方便嘅，雙城生活輕鬆搞掂。近年嚟啦，澳車北上、港車北上，澳門過嚟三鄉半個鐘，咁香港過嚟呢都只不過係1個鐘嘅啫。輕軌、高鐵、樓下嘅直達巴士，樣樣齊全。返工留喺澳門，休息返嚟三鄉，早出晚歸，完全係冇壓力嘅。第四點啦，生活嘅成本係非常之低嘅，宜居指數直接拉滿。咁三鄉物價呢，喺我哋港澳嚟講無非就係從1/3到1/5不等嘅啫。平時嘅飲茶、食飯、買餸都超級抵，係咪？然之後呢邊嘅環境、空氣、綠化、節奏都係非常之適合大家養老自住嘅。咁最後我哋講到啦，唔知屏幕前嘅你哋覺得三鄉香港城值唔值得我哋期待呢？下方評論區留言，我哋一齊嚟探討一下。港澳置業好幫手，Hanson幫你揾靚樓啊！記得點個 like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